外焦內嫩嘅豆腐，滲透住濃濃嘅蔥香味，好味其實就係咁簡單。雖然係好普通嘅兩種食材，不過東南西北好多種做法，總結咗一個又容易做又出效果嘅，分享俾大家。選用老豆腐，豆香味會濃啲，同埋煎嘅時候咧會更加好定型。豆腐先吸乾水分，切三角形。有啲係用手撕嘅，有啲係切方塊。我覺得都係唔夠勻稱。煎嘅時候咧就比較難控制個火候。先調定碗醬汁，生抽、蠔油、鹽、糖、胡椒粉、清水可以再多一啲啲。咁之前喺評論區咧，同一個粉絲就關於呢個葱嘅葱心點樣去處理咧，討論得好開心。咁其實咧，一個大葱咧，佢每個部位嘅作用都唔同。咁今日咧，你要充分咁發揮呢顆大葱，等佢物盡其用。大葱嘅葱綠切斷，葱綠係最濃郁嘅部分。一陣間我哋用嚟炸葱油，葱白喺中間切開，將個葱心攞出嚟。45度打斜切，葱心切斷，然後再準備2粒八角同幾塊薑片。鑊裏邊放多少少油，放入葱綠、八角同香片爆香先，聞到葱嘅香味，同埋見到啲薑片同埋葱咧都出現焦黃，就可以全部夾翻出嚟。好，而家放入豆腐鋪平。煎到豆腐每一面都係金黃色嘅，呢個時候可以先放入一半嘅葱絲，倒埋個醬汁入去，大火燜煮3分鐘，等豆腐充分吸收醬汁嘅味道。最後放埋剩低嘅葱絲同埋葱心，落埋個芡汁，大火收汁就可以食得。外皮焦香，裏邊嫩滑，豆腐吸收晒啲葱味。哇！呢個做法咧，葱嘅味道都相當精彩，尤其個葱心啊，真係甜嘅。咁所以咧就話用最簡單嘅方法，保持最純粹嘅味道。咁啊嗱，加多個飯，咁有一餐啦。喺屋企咧，得閒你試一試。好啦，俾心機食飯。一個簡單又好食，而且俾屋企人覺得你廚藝提升咗喎，兼且顏值在線，一定係呢個餸。開波，最好選用肋排，用生粉同少少清水嚟清洗，可以去除雜質。廚房紙吸乾水分，喺離鳳梨嘅定1指闊嘅位置垂直切開，裏邊再研皮切出果肉嘅輪廓，中間再按等份嚟分割。好，嚟到呢個環節咧，一定要有心理準備，唔係你好似睇視頻咁樣靠把刀就可以挖到咁乾淨，一定要準備一隻薄少少嘅羹。咁基本上咧能夠挖晒出嚟咧已經足夠，包埋你偷食嗰嚿。準備好平幕中嘅料頭，鑊裏邊噴少少油。煎到排骨兩面金黃，加圈好朋友增香，放入料頭爆出香味，放埋鮑汁、生抽同少少糖調味，翻炒均勻就落熱水，啱啱冚過排骨，先放入一半嘅鳳梨，放埋粒八角就冚蓋轉細火燜30分鐘，倒入剩低嘅鳳梨，收汁就可以上碟。鳳梨嘅酸軟化肉質，又令味道更有層次。忍唔住整一嚿食下先。呢個餸咧一曬出嚟，哇！全家都話你啲廚藝提升咗喎，都係好值得喺屋企試一試。好啦，俾心機食飯。豉椒炒魷，一個廣東人又愛又恨嘅菜，恨到咩程度咧？而不得煎佢個鼻，拆佢個骨。咁啊，我一定就唔係豉椒同魷魚炒埋一齊咁簡單啦。總有啲巧妙呢個嘢，肥豬肉香芹，睇落去。花腩切手指左右嘅寬度，跌落嚟切魷魚啦。魷魚打斜切花刀，把刀夠利，慢慢切，小白都冇壓力。一分為二，再切4 cm 左右嘅寬度。準備好其他料頭同配菜，先用薑蔥、燒酒、白糖同生抽醃一下啲魷魚，10分鐘左右 OK。之後記得吸乾魷魚表面嘅水分，起鑊爆一下啲魷魚，主要為咗魷魚出一下水。魷魚剛剛捲埋就要裝起備用。起鑊煎一下啲花腩，煎到花腩金黃就落蒜粒、薑棍同原粒豆豉，翻炒出香味。落鮑汁、生抽同魚露，繼續翻炒。倒入切好嘅青紅椒，炒多幾下就可以倒入魷魚，加少少老抽調色，大火炒多1分鐘。倒入葱段同香芹，上碟食得。魷魚吸收咗豆豉同料頭嘅鹹香，主打一個鑊氣同野味。有冇聽到嗦嗦聲？呢啲傳統菜式咧，
真係歷久常新。咁點解要落嚿肥花腩落去咧？由於瘦物嚟噶嘛，咁啊俾少少肉味落去，可以爆香啲豆豉，爆香埋啲魷魚。咁呢個餸最關鍵就係個火候嘅問題。如果老咗嘅話咧，就會腍。咁喺視頻裏邊咧，我會標註清楚各個環節嘅時間。屋企試試。好啦，俾心機食飯。可以送飯嘅菜最關鍵係乜嘢？唔係好味，係快。肚餓噶嘛，大佬。以後嚟呢個菜集齊咗快啦、好味啦，小白一睇就識啦呢啲優點。好，開播。五花肉喺炒之前吸乾水分，清洗過嘅豆豉用酒醒一下，1/3切碎，2/3用原粒。準備好蒜片、椒絲、葱段，撈好個醬汁先。生抽、蠔油、糖同胡椒粉，再落啲好朋友撈勻佢。花肉落鑊煎到兩面金黃。煎好嘅花肉裝起備用，倒出多餘嘅油，留返聽朝早餐撈麵。留少少底油，爆香蒜片同原粒豆豉，聞到豉香味就倒入花肉翻炒，落埋啲醬汁撈勻佢，再落啲好朋友增香，落埋剩低嘅碎豆豉同埋料頭，翻炒多幾下就可以食得。哇！花肉本身嘅焦香再吸收晒豆豉料頭嘅香味，正。煮落個飯先開始整呢個餸，啲飯熟啱啱好，係咪好快咧？嗱，我就開飯啦，你哋都俾心機食飯。菠蘿雞同菠蘿鴨有咩區別咧？菠蘿雞咧個雞有菠蘿味，菠蘿鴨咧就唔同啦，因為有個燜煮嘅過程，所以連菠蘿咧都會有肉味，好過癮。菠蘿記得要先切咗個心，然後一開四。啲菠蘿咧因為唔同時間落嘅，有2/3切厚啲，呢1/3咧切薄少少。準備好薑片同青紅椒，鴨肉先乾煎一下。煎到出咗鴨油，就放埋薑片爆一爆。搞多圈好朋友去腥增香，繼續爆香之後，倒入生抽蠔油，聞到醬香味就可以落熱水，先放咗大塊嘅菠蘿入去一齊燜，落2羹糖調一調味，大火轉過細火燜20分鐘，落埋細塊嘅菠蘿青紅椒，翻炒收汁，就可以上碟。哇！啲菠蘿真係索咗啲鴨嘅肉味，好過癮。有啲熟嘅，有啲係生少少嘅，夾到邊個就係邊個。我諗今晚咧揀晒菠蘿食一次。好啦，得閒你要試試。當你唔係太多時間去煮嘢食嘅時候，但又唔想食得咁求其，一魚兩食咧係最好嘅選擇。鱸魚洗乾淨，剪去魚鰭，呢個係腥味嘅來源。喺魚背落刀，沿住大骨片2片魚肉出嚟。如果驚麻煩，可以叫魚檔老細幫你處理好佢。魚頭、魚骨斬件，魚肉切大塊啲，好煎啲。落鹽、糖、胡椒粉、魚露、生抽，一定要撈到魚肉起膠嘅狀態。再封少少生油，準備好料頭，記得留起個芫茜頭。煎香個頭尾同魚骨。落熱水，大火煲10分鐘，落埋豆腐同芫茜，落鹽同胡椒粉調個味，之後可以處理魚肉。先落蔥白爆香，夾起之後放入魚肉，慢火煎到魚肉金黃，放入蒜頭、芫茜頭、薑粒爆香，加多圈好朋友，繼續爆炒，加入紅椒絲就可以上碟。魚肉香口，魚湯鮮甜，一魚兩食就咁簡單。今日搞條生魚，打算一魚兩食。咁啊魚片咧就打算香口啲，用蒜蓉豆豉炒。咁啊已經提前浸咗15分鐘鹽水。咁啊咁樣炒咧就冇移散。骨腩咧就打算用酸菜魚嘅做法。咁啊骨腩呢度咧就留翻下集。處理好嘅魚片一定要吸乾水分，用鹽糖胡椒粉。生粉豉油撈一下，一定要撈到起膠嘅狀態。最後再封多少少生油，蒜蓉同豆豉一齊打碎，落1茶匙嘅鹽，用熱油激發出香味。準備好蔥白同青紅椒，熱鑊冷油放入魚片，快速翻炒。嗱，呢下拋鑊唔一定要學噶，除非你有隻大師傅。搞2圈好朋友，去腥增香。倒埋蒜蓉豆豉，翻炒多1分鐘，落埋剩低嘅料頭。就可以上碟。
呢個就係又脆又滑嘅豉香炒魚片。咁樣炒出嚟個魚片咧，唔會散嘅，好實淨嘅，所以唔好信嗰啲咩飛完水再炒嗰種啦。好啦，我整埋個湯咧，我就食飯啦。你哋都俾心機食飯。廣東大排檔長期霸榜嘅香口菜。如果淨係送酒嘅話咧，我未必會揀呢個餸。但假如同個朋友咧邊飲邊傾咧，一定呢個係首選，因為夾下夾下黏下黏下，好過癮㗎嘛。兩片薑加多兩圈好朋友，放花甲拖拖水，見到花甲開口就可以撈起。準備好屏幕裏邊嘅料頭，青紅椒切大塊啲，豆豉一定要用酒嚟醒過。起鑊細火爆到蒜頭同豆豉發出香味，開大火倒入花甲爆炒，落生抽魚露嚟調味，落埋切碎嘅紫蘇同葱白，老抽調色，炒多幾下就可以上碟。呢個又係廣東大排檔長期霸榜嘅香口菜。呢個餸幾時最好食咧？喺廚房偷食嘅時候落手黏咪最好食嘅。好啊，得閒喺屋企試試，俾心機食飯。廣州宵夜檔嘅名菜雙椒炒腎球，以前喺大排檔咧，呢個菜真係必點嘅。好，今日就嚟懷舊一下，開波。鴨腎一定要用鹽同生粉洗多幾次。鴨腎先對半切開，唔好切斷啦，然後順紋切。切完之後橫紋繼續切，喺一半嘅位置切開佢。啲腸要刮一下，就唔好切太短，一煮佢就會縮。用蠔油、生抽、胡椒粉、生粉，加少少水調個醬汁，滾水落薑片同燒酒，落鴨腎煮到定型就撈起，爆香蒜片就落鴨腎翻炒，之後落埋青紅椒，讚多圈好朋友增香，落埋個料汁，加少少老抽調色，放埋葱段上碟。呢個就係情懷滿滿嘅宵夜江湖菜。哇，聽唔聽到聲啊？脆嘅，又爽又脆又香，我就慢慢嘆啦。你嚟俾心機食飯。呢個餸咧等咗大半年，足之可以煮啦。苦筍炒花肉係春天先有嘅咋。快啲開波！如果怕苦，可以先飛一下水。不過市場啲姨姨話咧，苦筍唔苦食嚟做乜鬼啊？我就好聽話嘅，我直接炒。苦筍唔好切太薄，保持翻脆啲嘅口感。花肉切到半隻手指寬度就可以。準備好呢啲料頭，豆豉記得用酒醒5分鐘。苦筍先乾鑊炒乾個水分，調定個醬汁先，記得落多少少水。之後爆一下啲花肉，等佢出一下油。煎到金黃就落埋蒜片、薑棍同豆豉繼續爆香，倒入苦筍翻炒，落埋醬汁，翻炒到收汁就可以落埋紅椒葱段。哇！呢啲咪就係春天嘅味道咯。知唔知食呢個苦筍係咩體驗啊？咁我當時第一次食嘅時候，我一食落去，咩嚟㗎？今年你俾啲咩我食啊？跟住嗒翻啲，金金地嘅喎，跟住又想夾多嚿啦咁樣，就係一種好得意嘅感覺啊！咁我唔知你喺屋企有冇機會試試啦。如果過嚟清遠旅遊咧，一定要試試呢個苦筍炒花肉，春天先有嘅啫。好啦，俾心機食飯。